簡單總結一下，你今日喺參議員面前嘅證詞，主要想講啲咩？我好滿意，因為美國人知道咗真相。關於疫苗引致心肌炎，我哋講嘅係新冠疫苗引致嘅心肌炎，當中包括輝瑞、Moderna、Janssen、Novavax， 仲有美國人學到嘅，呢啲係直接致命。仲有啲病人甚至入埋醫院，響醫院，但係醫院都救唔返佢哋。我從來未見過有任何藥物或者生物製劑係咁危險，可以殺死本身好健康嘅正常人。喺醫院入面，即使我哋盡力搶救，我真係好擔心。同埋我提供嘅數據顯示，有啲係亞臨床心肌炎，即係有輕微嘅心臟損傷，呢啲會令到人心臟驟停嘅風險增加。響打針後幾個月甚至幾年之間，真係好誇張。你而家喺參議院面前作證，但之前俾人封殺咗4年，你點睇呢件事呢？一定係好神奇。有冇更好嘅字眼？我由國土安全局開始，去到政府事務委員會，2020年11月，議院入面係冇人嘅。第二日，紐約時報出咗篇誹謗我嘅文章，標題為買假藥嘅參議員，就係咁開始。我哋嘅 SBN 錄影被審查，仲喺 YouTube 被刪除咗。嗰個係正式嘅參議員聽證會，而我哋帶緊俾美國人非常重要嘅信息，就係我哋學識咗點樣治療新冠病毒。所以我哋響呢度，疫情爆發已經5年半，真相慢慢浮出水面。你點睇小金尼迪同特朗普佢哋做得好唔好？作為公民嚟講，小金尼迪同特朗普為我服務，為我哋市民服務，我哋要求更好嘅表現。好開心聽你咁講。我哋希望疫苗有更高透明度，呢個係我哋好多投票支持嘅嘢。我哋想要更透明，我哋想要更安全。如果疫苗唔安全，就應該要停。我今日就做呢個案例，新冠肺炎疫苗應該退出市場，佢哋用喺人身上係唔安全。其他兒童疫苗問題，我哋都有講埋。仲有，如果對疫苗安全有疑問，一定要解決，特別係嗰啲聯合接種嘅疫苗。雖然單一疫苗有研究過，但係我未見過有說服力嘅證據，關於當我哋一齊打10幾種甚至更多疫苗時，喺同一個時候對細路仔嚟講一啲都唔安全咯。未有研究過㗎。我哋一定要求安全，我哋要有透明度，我哋需要更多疫苗科學調查。非常多謝 MC 卡拉醫生嘅努力，多謝你今日嘅證詞。你點睇參議員 Blumenthal 講關於你，或者對你講過，或者想你講嘅嘢？參議員 Blumenthal 一開始就有藥品廣告響佢後面，話新冠肺炎疫苗救咗幾百萬人條命。我懟佢出嚟，話佢係虛假嘅生物製藥廣告。點解？食品藥物管理局都冇話過疫苗救咗幾百萬人，包裝入面又冇寫。當有人打針嘅時候，冇人話過佢哋聽支針會救佢哋條命，因為支針未證明得出，係冇證明過可以救命嘅。佢哋從來冇證明過打完新冠肺炎疫苗後可以降低死亡風險，簡直係一個虛假嘅講法。我打過俾 Blumenthal， 佢冇回應。你真係好犀利。多謝呢位女士。